小池，咱们这女儿的性子，如你当年一般，该怎么办？我修为太弱，就算过去也是拖累你。我把这个伤心话记在你身上，替我保护你。 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能陪着你。不要再为我耗费灵力了，我功力大损，已经保护不了你了。你还是赶紧跟他们走吧。姐姐，你何时愿意离开？你耗尽数百年灵力为他疗伤。 早已仁至义尽，鬼王宗捅出的乱子，须得他自己收拾。如今我派示威，那些名门正派，随时可能打入护旗山。你还不走？姐姐，人王他只有我了，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他。小池，你此番好色。 需要潜心修行才行。若不潜心修行，来日你的命数将不会长久的。那不正好吗？我与他能这辈子在一起就足够了。姐姐，你走吧。 姐姐，你带着我们的族人去找一个没有争斗、能安生过日子的容身之地。走吧。小池，此去蛮荒神殿，路途遥远，炼血堂、万毒门，又俱不是一羽之辈，你得小心啊。都是些乌合之众，不用为我担心。爹，照顾好女儿，我很快回来。
碧瑶，要听娘的话，知道吗？嗯。刹那间，便是永劫。当年你若是听从小白的劝告，不嫁给我，或许现在你还活着。与你在一起的那些年，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日子。若这一切可以重来一次，我宁愿与你分别，就这样远远地看着，远远地看着你。姐夫，你对碧瑶做了什么？不过是一点记忆，将他脑海中关于张小凡的一切都抽走了。你是在自欺欺人，你在伤害他。有些事情忘记了，就当它没有发生过。当年你跟万剑一也竭尽全力在一起，可结果呢？都快100年了，还时时遭受这种痛苦绝望的折磨，难不成也要碧瑶遭此折磨吗？哪怕将来他恨我怨我，又有何妨？照顾好他吧。我见宗主迟迟未能下手，便僭越了一次，误伤了碧瑶，望宗主见谅。哎，先生这是在帮我，我岂会责怪于你？
其实我也不是顾忌碧瑶才下不了手，心中多少有些惜才之意。这小子根骨上乘，如若真能为我所用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现在阵法被碧瑶所破，一时半刻之间，我也无法去除天数。依我之见，不如还是放在他身上。可就让他这么回了青云，只怕宗主不说，我不说，青云怎会知道？况且，他此次回到青云，道玄与田不易定会重重责罚张小凡。兴许不用我们出手，青云便会把他拱手相送。就怕像林惊羽那样被人废了全身的修为啊！青云之内还有我们的暗桩，到时让他处处留意也就是了。有些坚持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。前辈，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废人的身上。景宇，我想问你，你后悔过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吗？不后悔，我没有做错。既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，那你沮丧什么？又忏什么悔？赎什么罪呢？100年前，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人，是当年青云门最得宠的弟子，少年得名，天赋异禀。后来，因为和魔教之女的一段感情，前途尽毁。我知道，他们在于都讲过这个故事。那名弟子名叫剑一，可如今那名弟子在哪里呢？既已是当成故事来讲，又何妨当成故事来听呢？当年正魔两派还未有今日的血海深仇，掌门也是明理之人，本无意干涉徒弟与魔教之女的感情。更认为这段感情说不定能化解仇恨与立场。然而就在一切都水到渠成的那一天，才发现魔教之女居然身负着瓦解青云门、夺走诛仙剑的重任。因为弟子的疏忽，引起了一场正落大战。那一战，青云门折损多名弟子，
师尊身死，由此道玄接任掌门，方与魔教势不两立。那当年那名弟子恨那个幽女吗？走吧，永远别再来。碧瑶呢？他已经被宗主禁足。我来这儿，不是他让我来救你，让你走，是希望你承诺一件事情，不要再跟碧瑶有任何牵扯。除非是碧瑶亲口告诉我，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你们这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？正魔之别犹如一道天堑，无法善终。如果不尽早了结，不仅是伤了你，也伤了碧瑶。如果两教之间不再有仇恨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即使鬼王宗和青云门亲若好友，碧瑶她也不可能在。在什么？没什么。总之，你就死心吧，不要再对他抱有任何的希望。事情没有到最后，我是一定要坚持的。后会有期。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哦不对，是第二好吃的。那第一好吃的是什么？你想知道吗？我不告诉你。那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是师娘做的臭豆腐。你是谁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呀？你从哪儿来的？我来探望好友青龙圣使，你认识他吗？原来你是青龙大哥的朋友啊！正是，在下万毒门秦无言，来鬼王宗商议结盟之事。万毒门，哼，我想起来了，毒公子是吧？正是在下。毒神亲传弟子，怎么这笛声里面会有股苍凉悲怨之意？怎么，毒神那里混得不好吗？嘴巴还是这么毒。
各自有各自的烦恼，触景生情，不行吗？没想到天资过人、心高气傲的毒公子也会伤春悲秋，难怪青龙大哥会说你。青龙说我什么？没什么。小凡，陆师姐，总算找到你了，跟我回山去。找我？萧师兄和靖宇他们呢？他们先回师门了。小凡，我问你，离开定海山庄以后，你去了哪儿？呼吸山。去干什么？去找卞阳拿天书。事到如今，你跟他还藕断丝连，对吗？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萧师兄跟你说了什么？靖宇呢？靖宇他没事吧？有事没事自己看吧。你师父给你的信。小凡，见信快逃，避开信使。无论如何，都不要跟前去带你的人回青云。受人之事必有蹊跷，待你师父调查清楚后，方通知你回山。别的事情容后再议。信看完了，跟我回去吧。师父也让我回去，但是我不能跟你走，有些事情我还没有办。张师弟，我一直很相信你，在掌门面前，我也替你说情。请师姐原谅。没想到一别数月，你的修为已到了这个层次。小凡，雪琪，小凡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。等事情查明以后，我自会回师门请罪。方才你的功法是魔教教给你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总之，绝对不是魔教功法。不是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啊？哎，雪琪，小凡，你们怎么了啊？这，你把城主之位让给了李寻，这不是为了我外公吗？前些日子，李寻带了几个弟子回来，拿出一个什么上古法宝叫玄火剑，说是焚香谷有一种秘法，可以解除我外公的石化状态。那他的意思是，他要当余都城主？我就想着，我外公要是能恢复的话，其实这谁当城主没有什么关系吧？那就要被他鸠占鹊巢了。他说过的话，什么时候算过数？好了好了，你们要骂就骂我吧。我理解你的。我也常常梦见死去的亲人，如果能够让他们活下来，我愿意拿一切去换。小凡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你最懂我，你才是我的好兄弟。不过如果你办不到的话，你要学着想开一点。我想，老城主把余都托付给你，也是不希望他落入心术不正之人的手上。我和小凡哥哥想的就一样。那魏爷爷是你外公，他也是李寻的外公啊。就自己的外公还要讲什么条件？这缺焚香谷的人也太卑鄙了。说谁卑鄙呢？又是你！你们俩认识啊？身为青云弟子，勾结魔教妖族，还敢在我师兄的余都露脸？哼，
太嚣张了！什么时候成你师兄的余都了？真是厚颜无耻！你叶红，小环是我外公的孙女，她是我们自家人。你是李寻的师妹，就算你们一言不合，也不能出手伤人啊！再说了，她只是一个不会法术的小孩子而已。谁让他对我焚香谷不敬？曾叔叔，我师兄若非看在你们外公的份上，早将这野丫头和他那糟老头子赶出去了。该滚出去的是你们！这是我家酒楼，你敢动手试一下？那怎么样？你家酒楼还想不想开了？我告诉你，如今这余都，我焚香谷说了算。你焚香谷了不起啊？狼子野心，锱铢必较，比最恶毒的万毒门还恶心！给我闭嘴！小环，你还真敢动手啊？你以为我们天一阁好欺负是不是？小环，教训你！小心！想跑？师姐，来呀，来抓我呀！你们焚香谷也是名门正派，岂能用仙家法宝对付普通老百姓？真是令人不齿。令人不齿的是你们青云弟子吧？张小凡勾结魔教，与鬼王宗妖女狼狈为奸，这又该作何解释？我只是作为同道，略作惩戒罢了。该被惩戒的人是你们！自从你们来了余都，横行霸道，搅得全城鸡犬不宁。陆姐姐，别饶了他！师姐，师妹，师姐，雪琪，你是来救我们的？曾叔叔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出尔反尔，能不能守承诺？哎，我请你搞搞清楚好不好？是你师妹先恶言相向，出手伤人，我们都忍不下去了。李寻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就是，若不是叔叔从秦无言手中救出了你，如今你还有命在吗？好，有本事就到城主府来说。哎，雪琪，雪琪，雪琪，你去哪儿啊？雪琪，你对我真好，特意从青云门赶过来看我呀。胡岐山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焚香谷的人指你勾结魔教？陆师姐，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，不过我可以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师门的事。那你为什么不敢跟我回师门？不是不敢，而是不能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在打什么哑谜啊？你们还记得在青云门出现的兽人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这兽人又出现了吗？我在去定海庄的路上，遭到了兽人的袭击，还好，师兄和鲸羽救了我，才得无碍。到了定海庄之后，我碰到了长生堂玉阳子豢养的血虫，联想到避火天边湖的血坤，还有毒神炼制的血灵骨，我隐约感觉到，这个人好像与兽神之血有关。魔教各派争夺天书，为的就是得到力量去复活兽神。就算我夺不回天书，我也可以得知魔教下一步的行动，再返回青云。鲸羽说话之事太过蹊跷，若小凡此刻返回青云，怕是同样会遭师门猜疑。或许应该先帮他查出兽人的线索。师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才命你来找我？鲸羽怎么样了？师门只命我带你回去，顺便查探一下万都门的人是否在余都作恶。
张小凡，你与魔教勾结不清，连累师门清誉，你可知这样做有何后果？我问心无愧，自会一力承担。曾叔叔，张小凡，玄火剑在哪里？是不是被你们偷走了？我看拿去补给阿相，就当是赔偿他的损失好了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这个破东西，它能值多少钱呢？我看他们天天捧在手里当宝，居然自个儿给弄丢了，哼，真是恶有恶报。正好呀，咱们可以狠敲他一笔，让李寻拿钱来赎，补给阿相。既然捧在手里当宝，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东西。这要是让他拿回去了，又要嚣张了。可是万一待会儿他要是找到这儿来了，而今锦绣坊人在屋檐下，不好明着得罪。你还是拿回去交给曾叔叔，让他处置好了。也好，那就交给我保管了。周爷爷，您就帮我算算吧，看看这玄火剑到底丢到哪儿了，好不好？那李寻找了一夜都没有找着，他都快急疯了。那东西又不是你的，急什么？确实不是我的，但是他那……曾叔叔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混账东西拿着玄火剑，对咱们哪有半点客气啊？丢了不是正好吗？哎呀，你不懂，这玄火剑是上古的法宝，如果再落到魔教之手的话，只怕会节外生枝的。魔教，哪来那么多魔教？那东西在李寻和他师妹手里，不是一样用来作恶的吗？我看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没事就喜欢找点事儿来杞人忧天。爷爷，别理他。啊不，他按的还是不错的。你就别捣乱了。我说了你也不懂。这玄火剑事关重大，你就帮我算算。行，我给你算算啊。哎呀，东西丢就丢了嘛，命中注定嘛。不是命中注定，我还找您干嘛呀？我就在房里躺着了。周爷爷，您就帮我算一下吧，哪怕您就算一个大概的方位就行。大概啊，大概。那啊，好，算。哇，啊，好，行了，算出来了。这东西啊，它命中注定就是要丢的啊，你就放心好了啊。来，走。哎，周爷爷，这就没了啊？没了。这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跟他们斗气，逞一时威风。现在玄火剑弄丢了，怎么向师傅交代啊？哎呀，一定还在那条街上吗？不是山海院，就是锦绣坊，我敢肯定。你说的那个地方我找遍了，整条巷子我也翻遍了，难道说还要把人抓起来挨个审问不成吗？那些人都跟张小凡一伙的，一定是被他们藏起来了。我自己去找。哎，师妹。我见到秦无言了，他去了鬼王宗，成为了贵客。我们来差一点就可以杀了他，可是我错失了这个机会。等下次吧。你一个青云弟子，能囫囵的从鬼王宗出来就不错了。小凡，你不告诉雪琪胡岐山的经历，想必是有很多无法言明的苦衷吧？我不怕吃苦。师父曾经说过，吃苦就是修行。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困惑。到底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魔？以前我以为，有时是我分不清楚。可直到我见到秦无言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有一些人，注定跟我们不是一路的。碧瑶，
确实跟他们不太一样。玄火剑还没有找到，我想李寻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所以我才会帮他找玄火剑啊。于都好不容易才安宁下来，我不想让他再起波澜，让我外公担心了。是这一时，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玄火剑根本不能改变人的生死。李寻是在骗你。我又何尝不知道？我就是觉得，总有一线希望，不想放弃罢了。而且，那是上古法宝，它的功用啊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万一可以呢？据我所知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攻击性的法宝。你也看到了，之前在胡岐山，鬼王也想得到它。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之前鬼王宗寻找天书是为了复活兽神，难道玄火剑跟复活兽神有关系？六位把玄火剑带出了戒备森严的焚香谷，虽功亏一篑，也算是多了些夺回之机。李寻年少狂妄，从他手中夺玄火剑，可比直面云翊兰、上官策那些焚香谷高手容易得多。我们只需趁着玄火剑还未回焚香谷，提前截住李寻便可。那就派青龙去吧。宗主眼下策划之事，正是需要青龙、朱雀圣使出力之时，人手不宜分散。依我看，不如另换他人。他人？万毒门的毒蛇谷与焚香谷相邻，又是死敌，恰巧李寻又去了于都，不如让秦无言去，是最合适不过的。宗主明鉴。以我血肉奉为牺牲。可是这法宝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有些事情忘了便忘了吧，别太勉强自己了。我来与你告别。你要回万毒门了？替你爹去找玄火剑。哼，看来胡岐山住的不错嘛，能动用毒公子为鬼王宗办事。怎么，你要弃毒神归顺我爹了？我是为表达万毒门结盟的诚意，才听命于你爹。况且玄火剑乃是我派复活兽神的成败关键，身为我派弟子，自是责无旁贷。不可复活兽神，否则将天地浩劫，生灵涂炭。复活兽神？是啊，关乎我派大业，刀山火海也得走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对呀，刀山火海的，万一你挂了，我青龙大哥是会伤心的。我又不是青龙家养的猫。可是你是我青龙大哥最好的兄弟啊，关照你是应该的。嗯。哎，玄火剑在哪儿啊？于都。于都。这名字好熟悉啊，好像在哪里听起过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想。